点出摆设。我甲招死哦，好，我甲一只。到底你是为安怎这个所在在争斗啊？扰乱治安呢？哇，原来就是咱州府的捕快，你食菜人无趣味，甲人这个所在在创啥？无啦，我讲啥啦？事我无讲，你哪会知？对不对？阮三人来遮一个关山玩水啊，哦，也无张持的时阵去打死只鸡仔囝，哦，哦，迄个真主哦，迄个啦，迄个啦，迄个讲什么叫做刀无眼睛相玉红，或者什么大刀王迄个，讲什么叫来甲赔啦？啊，我甲问讲要赔偌济？讲一只鸡仔囝就要赔30万啦！啊，我一个唔赔尔，就开始甲要讲啊咧，啊，为着自卫保护家己的性命，迄生本就爱拼你咧。恁这个金家屋的人实在大真无度量，啊，打死一只鸡仔囝尔，啊，就叫人赔30万，什么道理嘛？捕快爷，有也好，无也好啦。啊，既然你到位，就双方和解就煞去了嘛。煞去。我问你，最近六合去互救去，都是有人去劫押，听讲甲你这金家屋有关系？捕快你讲话较杂了，啥物劫押的人金家屋有关系？有啥物证据？我在这所在伫要抄，你的锁息证借我看卖咧。伫遮了，既然够有锁息证，请，敲无？要若敲无，请便。来人啦，上客，好上。唔通我冤家，我冤家是要甲你抓来扣留。迄捕快甲这边拢一粒一个呢，我知毋知？你毋通阁表示你们老伙仔呢？毋通看讲我这食菜人就无点呢？知？我你讲，头拄啊，迄个绿盒伫个内底，谈迄个一蕊目睭迄个查某囡仔哦，拢伫你这个金鸡屋，伊67公斤半，也踮遮互恁饲，啊一两都袂使甲我减哦。若甲我减一两，恁免老和尚就来甲你算账，我先去有个。首领，啊，这个无该收徒，单上面的用你。因这九龙饭地风财，风雨雷电，日月星云，无可能解决的算劫。捕快来啊，咱袂使露出马脚，对赤龙性命有关啦。因为赤龙这个人啊，暗对二三。所以叫你，风雨雷电，恁这八辈爱注意，若喊那家属出来，会请，甲砍落，遵命。在这个所在，连累庄主实在大真歹势，你就是真正绿合。是啦，简明绿合。听讲你伫武林道上真强，哦，这是庄主你的夸奖啦。强啊！风雨雷电，日月星云，猛攻绿合，绿合只是撇动就擒，不敢施出绝招。绝招接完啦！难道绿合这部燕子传良的功夫恁看无熟？做一个乌道的杀手，功夫关家都唔知影，要如何做乌道的杀手？假使若我拼落去，风雨雷电一定会闹开。你这个独眼女郎，你是倒一路来啊？若论恁八辈无够资格，知影我的身世，要无你嘛报一个名听我卖哩。林心心，林心心，哼。
林心心。是啦，各位大哥真不错，这是互相大家试验功夫无要紧，以武会友啊。哦，对，以武会友，刘合这个人啊，真豪爽啊！也恁拢唔免知影这个姑娘的身世啦。什么人若讲问姑娘的身世，定斩不饶。好，准备，来恁哦，甲请老大赤龙出来见刘合吧。哦，甲请出来，老大。老大，这个是刘合，啊，这个独眼女郎免我介绍，你也真清楚的哩。同志，刘合，可怜，你就是赤龙。正是，赤龙，你变成残废，较早我可比这类破山，如今我赤龙可比落日炎照。实在是面子真扫落地啦。是，以我不太严，现在我就是带刘合来这个所在，甲你商量代志啊。真好，我认为刘合，你机鬼足。你的头脑真好，真机警。你用满山过海，用依法接木，用计划互我夹，你将真货才全来捞走去，一步实在是够哈。哎呀，老大，你唔通误会啦，我根本就是含冤血海啊，钟情听说啊。像刘合你后失败今仔日吼，哼！现在刘合甲我变成共款衰尾啊！哎呀，过去事情不用提，就是爱六合甲咱众兄弟进一步的交陪，甚至呢变成同路人啊。那是求之不得啊！哎呀，姑娘，你叫我出来目的就是为如此前来吗？然呀。天生啊，安尼看这个独眼姑娘，这要将六合神书讲落迄个罪恶深渊呢？无遐尼简单啦！是啦。六合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令尊在沙漠中受了折磨，死死生生。爹亲啊，你的妻子又搁看你无起，甲你离言，妙龄啊！你的含冤血海永远是无可能通说别咯。法律是公正的，难道世间无枉死的人吗？冷心心，你想将我六合降落罪恶的漩涡？你唔通误会。假使若是要救你的爹亲无事，希望恁夫妻重稳固望，必是依靠赤龙的能力。六合，我希望你能转向行舟，顺风驶船，希望唔通以剑相对。过时。冷心心，六合你唔免急，冷心心内无用气不中的，咱即摆算家己人，所以我对你坦白提水无要紧。沙漠流口的首领喷火龙，迄就是我的同路人呢。恁老爸因为无献出3万两的黄金，所以受了折磨，受极刑。假使伊若甲合作，伊就无代志；若无要甲合作咧，永远伊的老骨头会撞在万里黄沙啦。搁再讲，你的看守去互我的朋友拐去，所以你需要讨你的看守转来，这兄弟就会甲你斗下手啊。对。若要讨你的看守啊，一定带这兄弟才有办法，因为你六合太软正啦。这个时阵的六合变身是汉，全身拢发烧起来，伊的面色黄红青白色的变化，两眼无神，是叫你哋爹亲啊！发了大政治成功，这乌道魂就当这屯下四山五里，为做这个恶话，真是六合神功行一月，正气功夫迄棍星。爹亲啊，妙龄啊！六合渐渐冷静下来咯，伊也渐渐恢复理智。看了四周围尸体轰然大悟，我开杀，我杀人，赶紧来去自首！六合先生啊，稍等咧，唔通去啦！你若去自首，我就是加做啦。啊，搁加去坐管衙去罗顺尔，去遐受个滋味啦。下头有较大，对不对？
啊，遮歹人都受报应，是，迄也是无代志的啦。圣经道典，咱做人都爱守法。我过时，玉华先师，我讲你听，你定伫咧讲互听，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真要紧，对毋对？你若去坐押，对着这个国事、天下事都已经放弃咯。咱还阁有好的方法，去说明你的冤情。道长有何良谋？即摆我探听讲，朝廷也有派出一个一名女暗贼，哦，啊，阮三人来去找这个女暗贼，说明你的冤情，希望女暗贼来帮忙啦。要若安尼，就来去附带一个面前，甲伊说明就好啊。可惜大人毋肯采纳我的经书啊。道长，会使讲哦，伊的官做较少，伊是父母官尔，伊毋敢负责啦。伊最好就是守法，依法论判。要若暗贼都无共款咯，伊的官做真大，伊的容量大，啊个远见，都甲你律法共款，关心国事天下事。是啊，律法啊，你就要赶紧去找恁太太，恁妻子先找来，啊，你劝伊回心转意，哦，啊，你甲伊讲，讲一定要负责白世因嘛，对，啊，你害我哪有意思？你就赶紧来甲我证明我是无辜。是，多谢三位前辈你的提醒，我来去找妙玲嘛。啊，单单唔就来去找这个女暗杀大人啊了。是啊。三件关注，前心莫怎样？哦，我讲一下吼，你两张线，吼，迄个做金鸡乌啊，也安尼千千万万人里啊哦，还过迄个是领八倍，有无？吼，迄什么，做风云雷电啊，什么做迄八倍啊，也甲安尼遮绿林的兄弟真一啊，一绿蛤蟆伫个所在，吼，去互攻击啊，早末咯，一个生气起来搞一个尔，也安尼发动着这个绿蛤正气神功，安尼乒乒乓乓，砰砰砰。我那大个死哥哥，现死3000外，吊伤个4万外。众兄弟隆重这笔了吗？安尼好，我徛在指挥台所在，向大家分析一下。假使若是拄着绿合，玲珑面外，互我这个惊天神、黑阴鬼、七窍阎罗万花英来应付；若是拄着三剑呢，玲珑面外，也是我七窍阎罗万花英来应付。呵呵呵，恁所知影？我七窍阎罗是安怎七窍阎罗啊？因为我人七窍悬，敢若像阎罗王呢。顶惊动天神，下惊动阴鬼，甚至啦，武林道上也好啦，绿林乌白两道也好啦，若是看到我七窍阎罗，敢若袂属于看到因安公的。是，来哩啦！大家准备出发。像咱的啊，我来啊。三件叫做像阎罗。讲啊好，讲啊好，像七窍。哦，哈，讲话对鼻孔出来，听了真艰苦。啊，生本安尼呢？我即摆来报告一个，今仔日的新闻。什么新闻啊？吼，这你非听不可啊！迄个绿盒你捌哩无？绿盒初界啊，三甲。三甲毋食囡仔。哦，晓啦，我即摆就是要讲迄个双界甲迄个毋食囡仔故事。迄好主尔，迄绿蛤蟆到安尼金鸡乌啊，参一个东安女郎去呢。哦，过来过去咧，甲讲经啦。四郎啊，就是要叫伊来投诚啦，要叫归顺啦。绿蛤就毋肯啦。哦，激来激去，激甲激转母牛的时阵啊，绿蛤发动着伊神通广大，法力无穷。迄部绿蛤正气神功安尼，乒乒乓乓，砰砰砰，安尼大家拢睡高高435年，现时的34005，一场种啊63000。哦。是的，大啊！哦，是安怎想？我都问讲你是安怎大安透里透气？哦，最近绿盒发到神通啊，真是使人毛骨悚然啊！大，毋是安尼尔啦。嚯，我若讲你到底哦，你是才有影规个骹尾拢顶起去啊！哈，迄讲安尼
蓝山啊，我讲较会清楚啦。我若是讲到着我实在奋斗九霄三千里，别少不三十二，我实在我。这平民冷心心得到六合激化金鸡乌的消息了后，万分的愤怒，又听到乌队分子倒时造谣，倒瑞气，更加着伊气冲牛斗3000段。独干李龙来了，咱将这个代志来讲互伊听。谢谢。独干李龙啊，你敢知影？刺龙哦，实在有够凄惨的啦，终情疼碎啊！呀！好，安尼看你独干女龙已经反背啦，兄弟啊，杀掉！好。现在有影龙背水啦，都讲迄个金鸡乌变背，搁加添着迄个沙漠关怀小，来到生杀嘛，就新龙变背。那到底这个，唔知是什么援助咱乌道的援助因白道的，迄都拢看无你咧。我甲看这个人朴道啦，乌甲白夹咧，鸟出我识的朴道，等我听一摆。那恁遮吼拢歹运啦，大家拢4-5年啊！赶紧的，来找找咱乌队的杀手，大仙甲我来收敌。较声声咧哦，你即马讲着龙涵，你就生三，我无骗你；要若讲着三剑吼，迄你就3年。咱要找迄个女暗贼，唔知要找到当时咧。实在有影找到头青目镜。你命我贵啊！你这西公哦，拢敢若会晓欺负我这个和尚尔。老和尚啊，你看清楚，我这个拐仔尾吼，这支什么鸡啊？狗鸡是什么鸡？差不多啦，这叫做龙鸡。龙鸡？是安怎？迄支拐仔哪会叼一支龙鸡啊？这有人要甲你压。我也无空无顺的，你这老干神拢要拍一支红棍互你咪交到头。迄我食菜人大猪在比，个人也无安仇，后人要甲暗杀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款龙牙就是北方一只番壳所伫咧用的暗器啊，这个龙牙有毒，若是去互拍着太阳显的仙丹难治。咁有影？是啦，青青，天生绝对袂骗你啊。奇怪呢。遐一班囡仔来啊！老和尚啊，唱歌在甲你讽刺哦。命我贵的，因为正生时汉武去打破因遐金斗案。你来讲安尼，迄是你的后继之人呢？迄毋是阮的人啦，毋是阮的人啦。伊是云门的下一代啊。甲你讲现代和尚啊，甲我这个老和尚的观念都拢无共款哩咧。哪有啥物观念无共款？你说不要看，毋正和尚啊，你毋正囡仔，大家拢派宝剑啦，你甲看卖？是照影小头皮。无啦，阮是敢若下头发尔，还无下头皮呢。你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出家啊？关我白塔寺。小精为怎样乃会身背宝剑？煞毋知咧锻炼杀气。锻炼杀气，
真是莫名其妙。啊，花想就会了解啦。乱解乱解，啊，我都回想要安怎了解，你乱什么杀气？哼，乱解。伊咧讲的回想，甲你咧讲的回想无共款呢，这是音同而不同啊哈。伊回想是讲你静静啊，搁翻头想一下就会了解。伊的杀气毋是杀人的杀呢，是迄个刹车的刹，伊就叫做杀气吼。对这个气全来挡掉的意思啊。哦，你两我鬼个，啊，这小话想我想啊，讲只起来话啊。这班小青有疑问，随背后观看详细。唔通啦，咱是为着六合要来去找暗杀大人呢，你唔能够选对别位去呢？啊，无你讲我煞袂记哩，赶紧来去找暗杀大人呐！这班蒙面怪盗，因从这班小青想着要夺取宝剑，背后冷心心也在跟踪。六合特别入这个玉柳山庄，款解伊的家后归案，是毋是会当顺势呢？这边面，女暗杀避风如已经出巡来到树林地界，遇到野狼的攻击咯。伊的护卫金宝头甲银宝头极力应付。三剑在这个树林中看到木定的口袋，结果请换属金。